因为美国关税政策等等的因素影响，中经院对2025年的经济成长率是头一届发出3种的预测，就算是乐观的状况，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嘛可能会降到2.85%。因为上届悲观的状况是会落甲剩0.16%。经济学者表示讲，这全球无疫情的影响，可能会对下半年开始慢慢的出现。美国政府关税政策影响全球，到即马也是伫90天的缓冲期。美国对台湾维持10%的这个关税，2025年的第二季，台湾经济预测是无确定性较大。中经院有提出3套剧本，概比较有可能是在乐观跟一般之间。真的发生这个比较悲观，我们觉得它的几率大概是差不多10到20%。若是乐观的情景，台湾部分科技甲3C产品列作关税协定清单，也甲美国对台关税维持10%。2025年的经济成长率会当维持伫2.85%。若是中性的情景，台湾关税超过10%，安尼成长率可能会达到1.66%。若是协商恶化，出现全球经济衰退，上差可能会降到0.16%。就是现在因为年节的关系啦，所以2月份呢，大家都是往上走的一个情形。从2024年以来啦，我们的震荡幅度呢，其实是相对很剧烈的。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，2024年台湾贸易总额达到8694亿美金，排全球第18名，比起2023年进前1名。其中出口大是4750亿美金，占全球比例1.9%，排名第16，甲去年比起来是平平啊。关税战是毋是影响台湾出口的贸易？中经院分析，顶半年可能因为急单转单，也是维持伫个成长，影响可能会伫下半年。即使川普的对等关税政策真的能够落实他想要的，开始有影响，今年的影响大概不会太大，尤其下半年甚至明年初才有比较巨大的影响。经济学者嘛分析，台湾第二季经济气候会成为景气转弱的乌阴天，下半年全球贸易战对于投资加消费的负面影响会慢慢出现，所以景气也是会面临较软的势面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